被告黄信介等7人在上午8点55分，由宪兵从军法处看守所分别提押出庭。1980年3月18，军事法庭开庭审理1979年年底伫咧高雄发生的美丽岛事件，姚嘉文和8人互以犯人罪起诉。9天的问话，全部互判12年以上的徒刑。直到1990年，前总统李登辉才签特赦令。这摆开庭的被告和辩护律师，包括陈水扁和党外人士，嘛替日后民进党的创制拍真在基础。2000年3月18，陈水扁和卢秀莲拼赢总统大选，打败代表国民党的连战和无党籍的宋楚瑜，让台湾政坛迎接头一摆政党轮替，正式当选台湾第2届民选的总统、副总统。时任参谋总长的汤耀明上将，嘛代表国军向新总统宣誓效忠。